家今天过小年了，一会儿老婆回来收拾屋子，一会儿煮。切，差不多了。哎，把这个拿上。这给他们准备点水果，还有饮料，孩子们爱喝。这准备点肉啊。这胸菜，大腊八锅，去，够了。这是我们蒙古人集火用的大解样的胸菜，10根排骨，羊肉串必须有，大腊八锅，后小腿、前小腿，行，好了。我们煮羊肉就一把盐，别的啥也不放，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太阳一落，集火仪式就开始了。老婆来了，这不，回来了，好，这好，走。这，切，切，好了，这重要时刻来了，切，大腊八锅。切，可以了。切，还有，切，儿子，姑娘，切，是羊肉串，这个东西好。儿子，好吧，吃吧。